而这个9月初3军人节进前，国防部来表扬着国军楷模，甲推动全民国防教育杰出的人员。得奖的人员当中，上届抢镜头的就是这个7岁这个小小礼兵向杰恩，由总统蔡英文亲身来颁奖。穿空军二队制服，也是7岁国小2年的小小礼兵向杰恩。 因为今日拜甲3军二队表演得到全民国防教育杰出贡献奖。谢谢一队大哥哥教我枪法，谢谢爸爸妈妈让我实现这个梦想。然后，谢谢大家，我很开心。同款得奖的也有陆军庄家5士2李，这摆受到肯定，被认为是为6年前的洪中丘事件亦会重生。非常多的参访，还有展演，以及地方积极参与地方的事务。 然后把我们这个旅上的相关的一些作为，还有官兵的这些士气，把它展现出来，让国人能够看到，我们早已走出这个阴霾。那甚至说都已经没有在这个，我们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教训。在93军人节前，国防部表扬国军楷模模范团体等148位个人和单位，总统蔡英文亲身颁奖。我们把最坚实的训练成果一一展现在国人的眼前。 我们让国人明白，中华民国国军是一支可以被信赖的钢铁劲旅。我要向大家保证，未来不论有什么样的挑战，我都会和我们的国军站在一起。表扬优秀的国军建军的模范，国防部有若要鼓励士气嘛，希望讲会使展现国军备战，甲推动全民国防教育的成果。